再来看咱海巡署第11只600吨的巡防舰，今仔日载起交船啊！海委会是表示讲，这船顶呢是有高压水炮，也有警备艇。无论是面对这中国的扰乱，也是讲咱渔船的救援，这巡防舰拢真有帮助。也因为是用蓝树，也就是红头树来甲号名的，所以这摆呢，嘛有岛屿族的这个原住民是用传统歌舞来祝福这只巡防舰。来自兰树的囡仔穿达悟族传统的服装，为这只用兰树来号名的巡防舰献上祝福。海巡署舰队分署13伫高雄基地举办兰树舰的交船典礼。海委会表示，国家对2018年开始杀国舰国造计划，按算2027进程，要打造141只海巡船舰。这摆交船的兰树舰是第11只600吨级的巡防舰，未来会派伫咧东部巡防捍卫台湾海峡安全。请张副主委及李副秘书长监交。除了展示我国造船产业的顶尖工艺水准以外，同时也具体呈现海巡同仁专业的航海技术跟执法的决心。兰屿舰，这是我们兰屿实至名归，因为它就是一个海的民族。这摆典礼顶悬，达悟族的传统歌舞也加做大家关注的焦点。尤其事前主办单位有通知媒体一寡文化相关的禁忌，包括袂当扎柑仔、女性袂当参加跳舞等等。兰树部落文化基金会表示，因将欢喜这只船舰会当用兰树来号名，因为这船当是兰树传统的招鱼柜，因此部落族人都用传统达悟族的做法来祝福兰树巡防舰，希望海巡人员出海顺时平安。举止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带到渔传统海域之外的话，它会造成我们的可能在习俗上可能会出去的时候，可能渔获变减少或者是没有，所以非常重视。再来就召集女性不能去碰船啊。海巡署表示，兰树巡防舰全长65公尺，上紧的速度达到40节，会当执行长时间的海上任务。船顶有配备高压水炮甲警备艇，未来无论是面对中国的扰乱，还是海上的救援任务，拢会当提升咱海巡的应变能力。记者柯家族柯兆勇高雄场报道。